集《約瑟夫與羅曼：迷失的小鳥》。在法國南部的一個小村莊裡，住着約瑟夫和羅曼娜，他們周圍橄欖樹環繞，蟬鳴聲陣陣。約瑟夫是一個活潑、好奇的6歲男孩，喜歡和祖父一起爬樹、建小屋。他3歲的妹妹羅曼妮淘氣又活潑，總是準備模仿哥哥的冒險。他們的房子是一棟古老的建築，裝有淡紫色的百葉窗，散發着薰衣草和熱麵包的香味。早上，孩子們聽着公雞的叫聲醒來，跑到寬敞的廚房裡吃早餐。他們的媽媽為他們準備了美味的麵包和自製的果醬。他們的父親喜歡一邊喝咖啡一邊給他們講故事，通常是有關大自然和過去勇敢人物的事蹟的故事。約瑟夫和羅曼很幸運，因為他們還有4位祖父母。他們父親的父母爺爺雷內 Rene 和奶奶珍妮 Jean 住在離村莊不遠的一個農場裡。他們在那裡飼養了一些動物，並開闢了一個菜園，獲得了美味的蔬菜。另一邊，他們的母親的父母安德烈爺爺和瑪麗奶奶住在河邊的一座石谷裡，他們在那裡教他們捕魚，並給他們講當地的傳說。一天，當他們在花園裡玩耍時，約瑟夫發現一隻從鳥巢裡掉下來的小鳥，他給孩子取名為短笛 Piccolo， 並堅持要自悅它。羅曼娜感到很驚訝，也想去處理它。在媽媽的幫助下，他們在盒子裡搭建了一個舒適的小窩，並用吸管餵養小鳥。你認為它能活下來嗎？羅曼問道，他的眼睛裡閃爍着希望。我們會盡力的，約瑟夫認真地回答。日子一天天過去，短笛開始變得越來越強大。每天早上，約瑟夫和羅曼娜都會跑過去看看他是否長大了。他們學會了識別他的小叫聲，並把在花園裡發現的昆蟲送給他。一天下午，當他們和雷內爺爺一起建造小屋時，他向他們解釋了鳥兒一旦變得足夠強壯，是如何重獲自由的。有一天，短笛必須再次離開。孩子們，這是自然法則。他帶着溫柔的微笑告訴他們。約瑟夫若有所思地點點頭，而羅曼娜似乎還沒有準備好和他們的小寶貝分開。第二天早上，當他們打開比克睡覺的盒子時，發現他更加自信地拍打着翅膀。他們的母親向他們解釋說，現在是時候幫助他飛翔了。約瑟夫和羅曼妮把他帶到花園，在稍加鼓勵之後，他們驚訝地看着他們的小朋友飛起來。他飛走了。羅曼娜高興地跳了起來。是的，他現在自由了，約瑟夫自豪地補充道。那一天，孩子們明白了，愛護自然也意味着懂得放手我們所愛的人，讓他們能夠過上充實的生活。隨後的日子裡，約瑟夫和羅曼娜經常談論比克，他們環顧天空尋找鳥兒，想知道其中是否有他們的小翅膀朋友。他們的父親向他們解釋說，大自然就是這樣運轉的，每個生物都有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一天早上，當他們陪安德魯爺爺去河邊時，他們看到了一隻長得很像短笛的鳥。也許就是他。約瑟夫充滿希望地喊道。羅曼娜舉起雙臂，大笑起來。短笛，你回來了。當然，他們也不能確定，但是在他們心裡，那就是他。
這一刻進一步增強了他們對大自然的熱愛以及永遠保護動物及其環境的願望。那天晚上，當太陽消失在山後時，約瑟夫和羅曼尼懷着即將到來的新冒險的夢想睡着了。他們還不知道，但這最初的善舉卻標誌着一段漫長旅程的開始。他們將通過每一次經歷發現指導他們生活的價值觀。約瑟夫和羅曼娜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了。他們是兩個小英雄，準備用驚奇的眼光和開放的心態探索世界。